3、2、1。卡文竟然作出咗你嘅決定，呢個時候兩位男士，你起身嘅話，代表住你想繼續發展。經過我哋2次嘅攤牌之後，其實大家都有共識㗎啦，係知道至少喺呢一段時候冇乜可能。我好開心，你哋兩個由海選到依家，一直都係我啦，都係揀我啦。一個對的人，同嘅時間，同埋一個錯的人，對嘅時間。Matthew，我好多謝你。雖然你同我嘅性格係相差好遠，但係我好多謝你，你會不斷去陪我笑啦，去陪我做所有嘢啦。我唔開心嘅時候，你喺我隔離啦，你好大方啦，好包容我啦。我知道你真係一個筍盤，但係我覺得唔可以對你咁公平，因為我知道我個心喺第二個度。我會諗就係細莊就係對的人，咁我就係錯的人。如果大家唔係同一個 moment 同一個時間出現，我會唔會係變成對的人？咁就到細莊啦。經過呢幾次嘅拍攝啦，我冇諗過我哋係咁夾嘅，但係奈何啦，我哋係有緣分，但係有緣無分。我知道你未 ready，但係可能咁樣先係一個最好嘅選擇，因為係一個朋友嘅關係，可能會仲長久，所以今日之後，我唔會對你有任何嘅考慮。多謝你令到我第一次咁主動去鍾意一個人啦，真係痛嘅。我學識咗啦，我會笑住同你講拜拜。Sorry 有咩條細莊唔能夠配對成功，你兩位可以離開。如果佢真係可以咁樣放低嘅話，我會舒服啲咯，因為我唔想繼續係佢。冇啊，即係時間有時啲嘢就係咁，即係你有啲嘢係有遺憾。我哋嚟到。